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第1节到20节，箴言14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移山的神。有诶圣经翻译本将今仔日马太福音的经文下一个标题叫做“医治贵妇的囡仔”。事实上，牧师认为耶稣医治来医好即个贵妇心的人，并毋是重点，嘛无啥物通好稀奇的吼。因为这本来就是耶稣基督伊的工作甲伊的权柄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要来放焦点伫即个信心的功课顶悬。可能亲像咱过去几工，咱拢有讲到的主题，咱嘛已经有提到讲信心会当移山的即项代志。其实这个标题就是出自今仔日的这段的经文。到底什么是移山的神？是使徒无够有自信吗？或者是讲出自什么款的根本的问题呢？咱看见耶稣甲这个贵妇生的囡仔赶鬼进前，阁有故事的前提。伫15节到16节的经文讲到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因为伊养行真艰苦，豆豆跋落火，豆豆跋落水。我带伊就近你的学生，因为伊会医好伊。这问题来啦吼，就是讲咱伫礼拜日的时阵。牧师有提到讲基督徒这个概念伫这个主日信息的中间，咱讲到基督徒就是咧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既然耶稣的学生是咧学耶稣基督，那安尼因就应该学习基督的模样、能力。特别是迄种的性命，除非讲因还未出世啦吼。所以即摆问题是讲，到底伫马太福音17章的记载内底，耶稣的门徒到底是出世无，还是才拄咧开始学功夫？根据马太福音第10章的记载。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，是要医病赶鬼。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安尼记载，耶稣就叫伊12个学生来，互因有制压邪神的权。咱搁听一摆，耶稣叫伊12个学生来，互因有制压邪神的权。来赶毒，煞医好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病痛。耶稣已经授权啊，互因有压制邪灵的权柄。路加福音第10章也记载耶稣差遣70个人，有的版本写72个人，互因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。并且互因有医治迄个城病人的权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甲头前共款有迄个医病赶鬼的权柄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的进前，其实门徒已经经过训练，并且去互耶稣基督授权。真可惜，因无有信心。因不但是迄种对家己无有自信，
更加是对因的老师耶稣基督无有信心，因为因的权柄是来自耶稣基督。牧师时常听着兄姐安尼讲：牧师啊，长老啊，恁赶紧着爱替我祈祷哦，因为恁的祈祷吼才有功效啦吼。真正是安尼吗？就好那亲像门徒问耶稣讲的，圣经讲迄时学生暗前就问耶稣，就讲阮怎样卖赶伊啊？其实并毋是因袂使，是因为因无信，因为因无够有信心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回应门徒的话，伫今仔日嘛是咧对咱讲。如果咱若有信心，咱就会当移山。圣经讲，伊甲因讲，是为着恁的小信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恁就会甲即个山讲，对遮山去遐，就要山去。搁恁得要无一项卖，真清楚哦，咱注意甲听哦。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恁就会甲即个山讲，对遮山去遐，然后也要山去，就是讲会成就啦吼。后壁迄句佮讲，搁得要无一项卖啦，所以。若有信心是逐项拢会，毋是干那移山尔。今日个经文，另外一个经文《箴言》14章的经文提到讲智慧甲愚妄的差别。对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对上帝、对基督有信心的人，就是智慧者。咱毋是因为互基督授权就足厉害，然后就爱骄傲。咱反倒当伫授权的了后，就爱谦卑伫主的面头前，因为真正会当成就的是主，将主迄个主权佮交倒转向基督，咱退基督，互基督来掌权。安尼的人才是迄个智慧者。透过基督，借着咱坚定的倚靠、坚定的相信，咱就要有一种移山的信心。愿上帝帮助咱。